在前幾場美國雄演就是也舉行嘅，也給罹難者投資的聯合籌土法會，嚴重用球險也有些影響，嚴重嘅氣氛當然係十分的傷心嘅，用球險也有跌下木子。而喺接受訪問嘅時節也講，小林村拍岸上有300人嘅人罹難。但種用手險在法事配能下上級，為操各種提起在八八水仔不顯罹難嘅夢分。其實倆從操土法會，還有當到罹難者嘅身份係唔清楚嘅，甚至問題也係不完全。南擺可能為成日的統計方法為本夢令暗示。法會過後，用手險接受媒體嘅訪問，也展示了小林村配西蒙感恩，大約係330。根據我們小林國小的校長，他的這個經驗，他說在那邊居住可能是200多位。那另外就是現任鄉長，他告訴我說，罹難家屬這可能失蹤，可能有350位左右。那前任的鄉長李宗寶，他告訴我，裡面大概200多位，但是因為碰到八八節，很多在城市這個孩子會回返鄉，所以他估計大概50位左右，所以大概有300位上下現場救出。縣長，好，你告訴我們。我們盡力。我雖然失去我媽媽，那個是小事情，今天最重點就是那個雨水害了我們。在法會現場等解罹難者家屬，因為到了下還係有眾多嘅親人都冇消冇息，佢哋心焦馬亂，而看到人中出現，部分家屬嚴是衝共錢下虧親戚，甚至也有人係動壓。最重要的一個禍害就是夜雨飲水。我這樣講，我覺得也有可能，因為這個絕對的啦，因為桃園鄉為什麼也會變成這樣？法會向外吵架係已經簽到嘅罹難者，不過對了下小林村還簽唔到嘅330見面，因為家屬唔盼得關小送回到委體。今年就按樣本基調才提難下，現體保留咗記憶人氣，對了用手險也表態完全嘅尊重，還會配合家屬來進行討論。下個新聞林建玉、汪小琪綜合報道。